复的最新情况。30多年来，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，北京的雾霾和沙尘暴已成为历史。重返地面之日已经到来，我们将团结一致，重建美好家园。30多年来，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，曾笼罩北京的雾霾和沙尘暴已成为历史。重返地面之日已经到来，我们将团结一致。